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问题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个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绘本内底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互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绘本的这对母仔囝是来自新北市的阿阳，甲伊两个查某囝阿嘉，也阁有阿璇。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勇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心人。啊，我哩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心人。咱来看这幅图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有看到什么？叶啊，什么款的叶啊？青色、个蓝、个红色、个高啊、哦，个梨。你感觉因咧创什么啊？唔知。唔知影啊，一个查甫囡仔，还是查某囡仔夹一支？哦，伊夹一支雨伞，啥拢会要夹雨伞啊？恁当时会夹雨伞？然后，是从拍了一场，是从天就乱是真的太好耍，我看过人安尼。你有看过人好天的时阵吗？夹雨伞，落雨天嘛有人夹雨伞是吧？是像降落的时。在北雨的时阵是吧？我感觉这个叶啊，淡薄仔无共款呢。这叶是成实呢。真正就成细只小尾鱼的呢，就多。真正的后面加一个伊迄尾仔就变成鱼啊。哦，真正就成的。这是细个。有细只鱼甲大只鱼是吧？对。这个叶啊，其实伊讲这是竹虾呢，竹叶啊呢。你敢知影竹啊？知影。竹啊。上爱食。哦，你讲迄就是迄个鸟翕上爱食的竹叶啊是吧？嘛有人叫做竹虾。竹虾。咱当时佫会用着竹虾。竹虾伫台湾人的生活中定定会用着呢。你有看过啥物物件是用竹叶啊，还是竹虾做的？竹虾。你有看过啥物物件是用竹仔做的？册。敢有看过迄种用竹仔做的册？无。无佫有啥物物件是用竹仔，还是竹叶啊做的？竹叶啊。因有一个五日节要食的物件。啥物？肉粽。啥物物件？肉粽。肉粽对，肉粽外口包的叶啊，就是用竹叶啊做的哦。再剩下肉豆跟用做一个老鸭。迄个刚是做成碗，迄个刚是那是人丢个厝，因就当到因的花园包肉粽嘛，肉粽呢？你讲伫因兜的园仔内就有竹啊空哦，会当摕一寡竹叶啊了对无？因为台湾人咱大诶庄仔附近定定有竹啊，会种竹啊呢，伊足好用诶哦。竹啊一节对无？伊会当摕来做一项物件。另外一种，伊会当接足长诶。竹啊是毋是拢足悬诶？也当做水果。头拄仔讲，竹啊会当摕来做水果对无？叶啊会当摕来包粽。佫想看卖佫有啥物物件？当摕来包粽，摕来做诶，这个佫会啥物用途？会当画图，用途毋是画图，会当摕来创啥物？
起厝哦，确实哦，你也亲像起厝，起厝是我讲诶，无你来头前才讲啊。是起厝，上早呢，佫有起狗仔厝。会当摕来变做迄还是竹牌啊？妈妈，我讲诶，你讲，还会当创啥物？亲像会当再讲车牌呀。还有啥物？古早无公车，还有迄个叶啊，有人会摕来做，迄是樟水，毋是樟水，摕来做草梨啊，鸡梨啊。我讲啊，等一下，你讲知影啥物是鸡梨啊？就是你诶头顶已经做穿了。对，就是会当伫咧头壳顶做帽啊共款，而且迄足凉诶哦。妈妈，我讲，佫会当做遐布缠诶帽啊，敢佫有想到啥物物件咧？佫会当做开针呢。我有看过人用这个摕来绑做桌啊甲椅啊，食饭桌啊甲食饭诶椅啊，佫有做家具，做起来白诶做面。是遐讲涂鸦。做凉亭嘛会使。妈妈，我讲，佫会当做讲涂鸦。佫有人用迄个讲饭，摕来这内底煮饭。哇！嘛足好食，有竹仔诶清芳哦。佫会当用石头做呀。那是啥物啊？用石头路。所以咱诶祖先啊，用安尼诶物件，用因兜边啊就有诶物件，就毋免塑胶袋啊，嘛就环保诶，对无？袂浪费资源。就到这好了。好啊，咱就先讲到这哦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少。台语好保守。今仔日的故事绘本内面有几句华语词，包括清晨、湿漉漉，也佫有24节气的争执。台语要安怎讲？这部线入去，咱邀请家己的台语专家萧定春老师为大家来讲解。清晨，其实咱台湾话要讲足济吼，好简单讲两个就好，透早，也是天光早。天光早，大天光就去做事吼。咱较早讲三个透早较赢一工，三个透早就今仔是加做一工人啊。暗头啊拖，毋通天光早磨，就是讲暗头啊就好，硬度加做甲了。毋好放咧过长工才去做啦。这较早咱古早人咱苦劝的是安尼讲。歌册有讲到天光早，紧派侦探去调查，河兵扎营自桥骹，正是要来甲咱拍定期3号天光早。我咧念，毋知大家听有无？因为这歌词是安尼写，可能伊人唱的，无一定较听有，因为唱但是会声调会走的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天光早是咱足早在咧讲的。好，过来讲到一个，咱台语其实还佫足侪词是咧用日本人留落来的词啦，佮即摆慢慢拢去互华语缀过啊。像讲赛车的人，即摆咱讲司机，阮是拢讲运将较济，袂讲驾驶，有人讲司机啊，我是拢讲运将，运将就是日语来的，伊嘛是华语词、汉语词，运迄个将是目睭的枪，竹叶较早咱是足好用的，咱较早甲竹仔吼关系足深的，起厝。用竹仔食饭，用竹仔，猪人嘛是竹仔，困的门床嘛是竹仔，菜拄仔嘛是竹仔，迄竹仔救咱台湾人真正足久吼。所以这个竹的文化伫台湾较早是真正是足发达，因为对咱帮助足大。有一句俗语讲：无金
烧竹叶拜神，无金纸，烧竹叶心意搞得好。啊，迄个善良人啊，无法度嘛吼。啊，有一个节气，咱讲做见得，啊，袂腔嘛是讲见得吼，但是毋是惊得，也毋是惊得。啊，这个雷公得落雨摄9日，摄9 49。啊，佫较简单嘞，像伊缩到剩6字，雷公得120日，120天。啊，为着要押韵，一定讲日。啊，过来，咱来介绍谈。先讲谈，咱以前捌讲过，就是讲谈即个语态，我真歹讲，真歹拍。淡糊糊，叫好压甲淡糊糊，淡落落，吼。啊，即款即拢叫做语态词。啊，当然你会当勉强用一般的汉字来代替，无要紧。啊，像讲白落雨，淡糊糊。白露迄个节气若落雨，啊，就落大雨，啊，伫压甲淡糊糊。啊，歌词安尼讲：透早起来，紧行路。要去深澳找阿哥，路尾遇着做风雨，身躯压甲淡糊糊，正官通无小艰苦，派出大批来过路，身躯逐下淡糊糊，毋管官民都南雨。所以，淡糊糊，咱真侪口语保留伫歌词内底，保留伫囡仔歌内底，啊，保留伫民间故事、民间文学内底。颠倒流行歌较现代化，流行歌保留较早的话较少，啊，伊会对时势行，啊，所以若要扣这台语词，爱对古早的这台湾文学、台语文学，也是歌词、囡仔歌，才去啊扣倒来，啊，咱就真切操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有赤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作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正白影闪闪，五树山高红的线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